而维吾尔族问题将在德国议会提出，东突厥斯坦问题将在德国议会讨论。据悉，德国联邦议会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东突厥斯坦的镇压政策以及所谓培训中心名义下的集中营。这将是东突厥斯坦问题首次在德国联邦议会提出。会议由德国绿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等主要政党的合作下召开。她的故事震惊人心。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女士古里巴哈尔在东突厥斯坦的纳粹集中营度过了3个月后重获自由。她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里所见所闻。她的故事令人震惊。中哈两国之间从事贸易的古里巴哈尔于2017年5月22日被中国警察逮捕，并拘押在乌鲁木齐的一个集中营。据她说，在这些设施里面有30-40个人住在一个长度7米、宽度3米的狭窄的房间。忍不住流泪。外交政策杂志亚洲部编辑詹姆斯·帕尔默在一个现场直播中讨论中国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时忍不住眼泪。他在节目中介绍东突厥斯坦的最新局势的时候说：“所有接受我的采访的人都被受到迫害而死。”瑞典延长边境监控期限。瑞典政府宣布将边境身份证和护照控制实施延长3个月。总理府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宣布，为了控制寻求庇护者，边境监控延长至2019年2月11日。巴基斯坦邀请土耳其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巴基斯坦正式邀请土耳其参与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凯瑟发出了上述邀请。凯瑟指出，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符合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他说，巴基斯坦重视与土耳其的关系，新政府希望加强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